身边的大家看这个非常漂亮的，这是国家京剧院的京剧名家，著名的叶派小生宋小顺。大家好。其实不用我介绍，大家已经非常熟知了。站在我身边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湖北省京剧院院长朱世慧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么今天这个晚会有点非凡的意义。那么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领导和观众朋友们共同来见证国家京剧院、湖北省京剧院我们结对共建的签约仪式从今天开始了。那么老话这么说了是说这个挥汗河流，这个京剧应运而生，是这么句话吧？有。我觉得我们两院的共建，何尝不是重庆先祖大美寻源呢？是那么在中宣部、文化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我们两院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针对名师带头、人才培养、名剧传承、交流演出等合作方式，对我们的民族艺术弘扬发展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京剧人也应该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是，讲得非常精彩。今天下午呢，我们是老中青三代的京剧艺术家相聚一堂，共享国粹。下面，请您欣赏的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和湖北省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傅家、郑雪莲、于巧云和张家春为您献唱的《梅上成巡，行云流水》。担任鼓师伴奏的，担任鼓师伴奏的是我们湖北省京剧院的2级演奏员朱国辉先生。其实是我们国家京剧院的2级演奏员王继辉先生。好，请您欣赏，谢谢。
谢四位漂亮的演员。那么京剧的高派艺术，观众朋友久违了啊！高派就是我们京剧的老前辈高庆奎先生创立的一派，这一派没嗓子是学不了的啊！他除了韵味之外，他要求演员有很高亢的嗓子。那么，请欣赏我们湖北省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李延茂。他这几年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辛宝达先生的传授下，学了几出高派戏。现在给您清唱一段《逍遥精选传》，请欣赏。好，谢谢李浩。这样，我相信那个四郎探母，很多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都是家喻户晓，非常熟悉。是，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也是在全国电视大奖赛荣获金奖的李博。哎，那么唱旦角的也是我们湖北省京剧院在国家青年京剧演员大赛中得银奖的委婉青衣潘希。哦，请您欣赏做工担任鼓师是我们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鼓师李启森。好，请您欣赏四郎探母中做工的精彩唱段，请欣赏。
那么接下来为您演唱的是小生唱段《撞别》啊，这是叶派名剧。大家知道，《撞别》原来是我们京剧叫群英会，后来在60年代呢，通过一些老前辈把群英会改成赤壁之战，《撞别》是其中一折。周瑜的一段民段，由我们湖北省京剧院的叶派小生、国家一级演员王明为大家演唱。那么担任鼓师的是我们湖北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鼓师邓伟先生。琴师优秀青年演奏员这个霍路芳先生，请欣赏《撞别》，谢谢。好，谢谢王明，也谢谢我的师弟，我们都是共同拜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绍兰老师的门下。接下来为您演唱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国家一级老旦，也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金华老师的亲传弟子张兰，为您献唱《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的精彩唱段。担任伴奏的是国家一级鼓师李金平。好，请您欣赏。
谢谢李南明。接下来，请您欣赏一段西派老生。老生和旦角在我们京剧里头是流派最多的两个大行当。那么西派呢，是奚孝伯先生创立的一个流派这个很多观众很喜欢西派。下面我们有请湖北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京剧名家我们王小婵先生为您唱一段西派名剧《白帝城》，有请。
西派啊非常好听，我想北京的观众对西派很喜爱。让我们小蔡先生再为大家再演唱一段。为他伴奏的琴师是我们优秀的青年琴师王世蒙先生。王世蒙先生是国家京剧院大家非常熟悉的王彩云的侄子。再唱一段您自己报。那我现在演唱一段《乌兰寨曲》的《蜀太保》。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两位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位是当年在现代京剧平原作战中塑造赵永刚形象的74岁高龄的李光老师，还有一位是他的夫人，今年70岁高龄的当年在现代京剧奇溪白虎团中塑造崔大嫂的沈殿锦老师，为您演唱大家非常熟悉的《白毛女》选段，掌声有请。金
京剧对身体有好处。我这两位啊，大师哥大师姐，你看都一个70多，一个70啊，你在外边一般不干京剧的70多70没这精气神儿，也唱不了这调门儿。我鼓励大家多唱京剧，对身体有好处。我这儿也是养生堂啊，京剧。好，下面请出我们湖北省京剧院的张派青衣国家一级演员，刚刚获得本届梅花奖的万晓慧，为您带来张派名剧《状元梅》，有请。
万响会伴奏的是我们湖北省军舰国家一级琴师杨家勇先生。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张派名剧《望江亭》的独守空雷。好，谢谢万晓慧。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湖北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棋派名家雷永杰先生，为大家带来棋派名剧《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名段《三生有幸》。有请。将军呐，天不怜，万不怜，还怜你我一见如故，是三生有幸。
声就是我的想法。谢谢属猪的朋友对我的鼓励。下面呢，我再学唱一段《打岩松》。谢谢。谢谢各位别人，谢谢各位别人，谢谢。好，接下来请您欣赏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著名的西派老生张建国为您献上西派名剧《范进中举》选段，掌声有请。
段大漠肃武当中的反七皮二六，不堪回首往事谈，希望大家喜欢。好，接下来为您演唱的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82岁高龄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旭老师携弟子京剧名家李海燕和优秀程派男旦杨磊为您献上程派名剧《锁麟囊》选段，掌声有请。
给大家唱一个《春秋亭》。李海燕跟杨磊陪奏，主要是靠我张磊文和宣讲，谢谢他们。懒惰之言，为娘有七句言语，你且听。
唱一个锁麟囊大团圆。谢谢李老师，谢谢三位主持演唱，谢谢大家，谢谢杨磊，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观众朋友们的热烈掌声，支持李老师宝刀不老，再次谢谢李老师，谢谢。非常感人。好，接下来登场是也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77岁高龄的著名的马派表演艺术家冯志孝老师，为你献上马派名剧《三娘教子》。担任京胡伴奏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京胡演奏家李祖明老师。好，掌声有请冯志孝老师。
再为大家演唱一下《红色娘子军》的万紫千红分外娇。男团说，我们既然选中了叶灵盖，那就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今年是77岁高龄的洪长青了。当年看洪长青多少年？您多大？当年34，今年77。好，再来一段。好，来一段《草人借箭》。谢谢冯老师，祝福您身体健康。我代表观众朋友们祝您健康，谢谢冯老师。好，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74岁高龄的，当年在现代京剧《红灯记》中饰演李铁梅的刘长宇老师，给大家献上。好，有请刘长宇老师。担任京胡伴奏的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著名琴师潘永龄老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啊！我们和湖北省京剧院，我们结对的他们那儿人才，您看一个一个多棒啊！像我这个老人，我都更不懂唱。我给大家唱一段荀派名剧《金玉奴》。这戏啊，我30多年没演过，但是我觉得这戏特别好，所以呢，我给大家表演这一段。义父义母，您如今看他可怜吗？想当初他不得力之时，沿街叫唤，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冻饿我家没少。是我妇女见他实在可怜，一碗肉汁救他活命。我爹爹见他人品出众，又念他是
本城的秀才，才把我许配于他。金方大比之年，我劝他进京赶考，可怜我爹爹呀，跋山涉水，沿途教化，才助他成名。不想他将得中，就反目无情，尽管我的爹爹叫金二。金方德化县知县，夫妻上任同往，专心半将之中，他嫌我是盖头之女，怕到了任所，被他那年兄年弟们耻笑，故而起下歹意，假作赏月，竟将我推入了江西。多亏义父义母救我活命，今日设计洞房重圆，乃是您二老的一番好意。只是莫欺这样奸佞妄意的小人，我怎能与他重做夫妻？
文艺一级演员李兰萍，这是我30年前收的徒弟。那么，请李兰萍上场。这边，前面。下面呢，请出我们国家京剧院的文艺一级演员张家春。他是我3年前收的徒弟，其实我教了10多年了。我们师徒3个人呢，给大家唱《春草闯堂》，他们都会演，他们都演旋律的，可受欢迎了。今天呢，我们这个师徒3个人呢，给大家唱春草的一个4平调选段。那我们这个仨人啊，再给大家唱一段，大家都会唱的《红灯记》，都有一颗红亮